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9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37节到45节。出埃及记15章22节到27节。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活泉。一个人可能会当枵几工啦吼，但是呢，却袂当无水通啉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伫旷野的时阵，因竟然伫即个苏尼的旷野找袂到通啉的水泉。搁伫即个玛拉的所在拄着水，啉了会苦，袂当啉。所以对伫以色列人来讲，当然因会认为讲，这上帝吼，甲因滚一个真大的酸笑啦吼，所以就开始摩西来埋怨。圣经的记载，摩西带以色列人到对这个红海的前来行，到苏尼的旷野，因伫旷野来行3日，找无水。到伫玛拉的时，玛拉的水会苦，袂啉质。因甲迄个所在来叫做玛拉，人民埋怨摩西，讲阮要啉啥？摩西就求叫上帝，上主就指示伊一丛树伊将迄丛树下伫水里，水就变甘甜。上主伫遐为着因定规律甲命令，伫遐甲因考验。上主讲，恁若注意听我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做我看做正直的事，真正来听谈我的诫命，遵守我所有的规例，我就袂互埃及人治着病伫恁的身上发生，因为我是伊伫恁的上主。因到伫以林，伫遐有12个水泉，70丛的棕树，因就伫遐的水边扎营。亲像耶稣基督的门徒共款，当因伫加利利海的船顶拄着迄个大风涌，因就真全心地看迄个风涌以及所拄着的危险，因此因就大喊讲：主啊，要死啊！为什么因认为耶稣基督伫困？出来及的以色列人就埋怨上帝，阮要啉什么？迄正是咱会通讲你要喙焦死啊！摩西，你的上帝伫倒落？上帝吩咐摩西安尼讲，上主指示伊一丛树伊将迄丛树下伫水里，水就变甘甜。这就亲像耶稣起来指责风涌，风涌就平静啊，共款。上帝会当互人水啉，会当赏赐人食物，重点是以色列人是毋是会通来遵守上帝的诫命？因为圣经甲咱讲，上主伫遐为着因来定着规律甲这个命令，伫遐甲因考验。上主讲，恁若注意听我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
做我看做正直的事，真正听谈我的诫命，遵守我的规律。我就袂互埃及人制造着病伫恁的身上发生，因为我是医治恁的上主。人的苦难就是要互人来学习怎样来倚靠上帝，怎样愿意来追求上帝。伫苦难的中间，就是人来回转、来仰望上帝。这个机会啦，吼！耶稣基督甲门徒伫同一只船顶，虽然拄着大风涌，但是耶稣基督确实伫船顶。伊是全程甲门徒同在做伙经历困境，但是门徒却无有看见。以色列人伫旷野嘛共款嘛，只要拄着苦难，却无看见上帝啊！因只有因为无水啉，却毋知影上帝是泉源，上帝是永活的泉源的源头。基督教会因无合一的问题是真严重啦吼，所以因彼此抗拒的事嘛是拢在发生的中间。今仔日的经文安尼记载，这是我第3遍要去恁遐。圣经讲，无论过什么，就有2个也是3个人，对遐个以前犯罪也是其他拢总的人，伫我的第2遍访问的时，我有甲恁经过。现在我无伫遐，要过一遍甲恁经过。后遍我去的时，就要来宽容恁。因为哥林多教会信徒因基本上是软弱，被这个罪、被这个怨恨所赢过，因无愿意伫基督的恩典内底受改变。因无有活出得胜的性命，又亲像伫旷野中间的以色列人共款，亲像伫船顶的门徒共款，因的目睭只有困境，因将因的目睭放伫风涌的顶悬，却毋是倚靠着上帝的大气力，甲上帝来同活。性命敢若放焦点伫这个食物水源，却毋是定睛伫看生命的饼。上帝我的水泉，保罗甲因讲，因为恁伫找基督，通过我讲话的证据，恁会得到。伊对恁并毋是软弱。颠倒是伫恁中间出大亏难。虽然伊因为软弱受钉死伫十字架，毋过伊靠着上帝的大气力得活。阮甲伊结连变成做软弱，毋过为着恁，阮靠上帝的大气力会甲伊搁活。上帝所赏赐的，就是亲像活水泉共款的生命，永远留伫咱的内心，互咱得救，通得到被改变。基督徒无应该干聚焦伫家己的想法、家己的坚持、家己的情绪，咱应该要努力学习。顺服上帝，亲像上帝交代一个出来给以色列人共款，安尼咱来领受伊的活水泉，活出美好的见证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37节到45节，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民的中间保养伊的作为。
着对伊吟诗，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，着夸耀伊的圣名，愿追求上主的人内心欢喜，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，不时追求见伊的面。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，着少念伊奇妙的作为，少念伊的神业，甲伊所判断的话。伊带因出来，带银带金，伊的支族中无一个是软弱的。因出来时，埃及人大欢喜，因为埃及人真惊伊。伊用云甲伊遮早，棉是用火甲因照。因一个球，伊就互烟吞飞来，佮用天的食物，互因来饱足。伊拍开石盘，水就冲出来，正做河流流过旷野。因为伊会记得伊神的应允，会记得伊的仆人亚伯拉罕。伊带伊的子民欢欢喜喜出来，带伊竞选的子民唱歌欢喜的歌来前行。伊将列国的土地赏赐互因，互因承接别个民族劳苦得到的财富。通互因尊叹伊的规例，遵守伊的律法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根据上帝帮助阮，毋通被旷野中间的困境来甲伊打败，毋通互阮只有看重物质的追求，互阮着谦卑、专心、一意来追求上帝所赏赐的活水泉，得到永远的活命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